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26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76篇，以西結書29章第1節到12節，啟示錄11章15節到19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萬王的王。除了但以理的異象以外，以西結先知也是看見異象的先知。咱对以西結書可能較熟悉的，大概就是迄段高大的骨頭跳舞，閣有再度對這個死人骨頭中間來生筋啊、生肉啦、皮閣生成，並且領受到上帝的神，閣再誠做活人這種的情形。對今仔日的經文，以西結書29章第1節到12節，先知提到着上帝的啟示，伊安尼講：第10年10月10日，上主對我講：人子啊，你著對埃及王甲埃及的全國講預言，指責因，講至高的上主安尼講。埃及王，你親像美佇河裡的大海怪，我要甲你作對。你捌講尼羅河是你的，是你做的，我要用鈎啊交你的牙槽，佇河裡的魚卡佇你的籃，我要甲你甲卡佇你的籃的魚，攏對河裡來救起來。我嘛要甲你甲河裡的魚迄佇曠野，你會死佇野地，無人甲你收身屍，無人甲你埋葬。我要互你做地上野獸甲空中飛鳥的食物。安尼，所有埃及的居民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閣講：埃及人啊，你對以色列人講起來，不過是一隻一支這個官網的怪因用手壓你拄塗骹，你就爬開，傷着因的頸頭，因的身軀靠你，你就斷去，互因的腰閃着。所以我至高的上主安尼講：我要互恁拄着戰亂，人甲精神攏要互刀刣死，埃及的地要拋荒荒廢。安尼人就知我是上主，因為埃及王誇口講：尼羅河是我的，是我做的，我要甲你的河流作對。我要互埃及的土地對北部的密奪，到佇南部的色芬尼，一直到古實的邊界，全部拋荒荒廢。要閣有人還是野獸經過40年久，埃及無人徛起。我要互埃及變成做世間拋荒的所在。互埃及的城鎮變做上荒廢的城鎮。我要甲埃及人趕散去列國，四散佇列邦40年久。以色列人所要換去的是埃及嗎？還是先知預言甲咱有告上帝的話？埃及王甲伊的領土將來要荒廢。埃及王對安尼的情景是無能為力的。約翰佇啟示錄的中間嘛提到着第7個天使來分喇叭的預言，因為天頂有聲大聲的話。啟示錄11章15節到19節安尼講，第7個天使分伊的喇叭。天頂有大的聲講：世間的國，誠做咱的主甲伊所設立的基督的國，伊要永永遠遠做王掌權。
伫上帝面前坐伫因家己座位的24个长老，面趴落地来敬拜上帝，讲：现在存在、过去存在、全能的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掌握着大权，你已经做王掌权。外邦大受气，你嘛发受气。世人受审判的时机到啦！你的仆人正先知，你的信徒，甲敬畏你的名的，无论大的小的，你保守因的时机到啦！败坏地的，你败坏因的时机到啦！上帝伫天顶的圣殿就开，伫圣殿内伊的约柜看现现，忽然有四呐，有响声，有弹雷，有地动，甲大炮。无论是什么人伫地上的国度掌权，拢是伫上帝的掌理的中间。虽然咱看见圣经讲外邦的气势强盛，但是上帝的气搁较是伫伊的顶头。因为上帝掌握大权，伊是全能的上帝，必定会赏赐保守的运福，互所有愿意亲近伊、倚靠伊的以色列人，当然嘛包括咱遮的领受伊救恩的基督徒。诗篇76篇，伫犹大上帝人人拢捌，伫以色列伊的名受尊最大，伫撒冷有伊的会幕，伫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，伫遐伊压制火的箭，毁坏盾牌、刀剑，以及所有的武器。你的阳光甲威严赢过吞没战利品的山岭。上勇的人拢受抢劫，因困去无搁醒，连战士嘛袂当出手。雅各的上帝啊，你一个责备，战车、战马拢倒落去，无搁起来。只有你通行位，你的受气一个发出，啥人伫你的面前徛会牢？上帝啊，你起来审判，要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。你一个对天宣判，地就惊吓，毋敢出声。人的受气最后会变做对你的称赞。经过你受气留落来的人会为我来敬拜你，就对上主恁的上帝下愿，嘛着谢愿。四位人就带礼物来献互通敬畏的主，伊要互骄傲的贵族闹开，伊要互地上的列王行位。恳求主爱的主帮助阮，也互阮会通坚定来倚靠上帝。要离开上帝的道路，会通伫困苦艰难的中间坚定倚靠，来得到救，来得胜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